准太子一判的功夫哦。什么呢？太子啊，都是你县里长爱投票哦。哦，啊，一定要投一票。嘎嘎东线，嘎嘎东线，东线东线东线。不应先买啊！乳蛇金句第8条：吃到七家姐，目前完全无好嘅世界，唔是失智，青少有嘅判断係錯嘅。不過總會有常事無強用，青少也敗無強用。一個吼一天來做啦，啊無吼我平常啊這邊吼比海唔掂哦，將佢比繩子啊，胭脂筆啊，還有哦，你發個筆筆嘅，會個複印架呢，所以呢，係你禮品喺本山去做嘅吼比繩子吼，睇無變化嘅啦，啊個吼一個都現以前都會做嘅哦，青蔥料嘅吼都係實力，總不會時間，啊真也敗吼。手把講嘅發動按成功啊！而他家吼實力經驗豐富，哎呀吼，言語唔到一萬過來。錯阿二成等佢冇做事，踢大送咧，見到一日日打電話隔人添進來。民意像流水，金錢反對嘅也係要變做支持者咧，真係好笑呢。肉梨狀嘅開演出嘅精神，全力來支持，太講講好唔好啊？好。哎呀！各位阿叔、阿爸、阿叔妹、阿姨、太哥、太子，我喺等到法庭競選法通開始，準備開始競選。什麼大家嘅建議？不過我同堅持愛安尼，因為唔係同成員講愛乖，做唔得唔守規矩。我說，人大人咪愛守規矩，錯冇？什麼大家？我看吼，總部就照家家嘅想法嚟做啦。唔過太家平常咩做都係落呀，泡茶大嘴鼓啊，強用啦嗬！來，太家嚟喝茶，來，流浪哥，你讓我同我開心啊！讚咯！總部開了，3寸就會條家過嚟食飯，安尼咪特別睇錢哈？先記出嚟安尼啊！你打流浪哥咩？姐有啊，談到好了一先嘅，就會過嚟食飯呢。哇，獻給嘅比咩呢？奇怪，賺很多錢，做乜嘅還有人按好線啊？見面飯啊，唔係幾點做啊？幾條腸胃好，胃痛啊！希望行啊！我應起來。家家咪變做政客咧，乜解啦？技工喺書法，唔過也不同嘅技法。清明係書法嘅，過程無重要。書法還有本事嘅哦。人見都冇買嘅鬼，下個鬼會俾你發現喎。嘅鬼，比較咧，講乜解哦？哦。你唔過家家，那拿出來亂咩？一種冇馬後線哦。本單就無馬好線啊！爸爸講哦，那家爸做出案上嘅起面出來線咧，講係因為工業區開發案。冇問題啦，人爸爸大擺都養到動強鬆啊，要改嘅基本盤，唔改做得人。既然那家爸按照出規劃嘅起面出來線咧。呀哈，又係拿出來，家己條一定會想辦法搶票。故說，咪做唔得搶空啊爸爸嘅基本盤。咁你用個啥？條條里總下有2000人票，上百嘅投票里差唔多60。票數統計，唔大哦。縣里總聽聽咩？唔上班咁唔去投票。 60哦，就差唔多1200人票。爸爸拿了500人票，一擺有利弊嘅影響，就尊重爸爸嘅票會少一半。故說，我想辦法留下一半請到進來，安尼就幾啲現眼。你會請啊？一家去拜票啊？冇按鈕誒。哦，我想過咧，想愛人就愛愛天進來投票。500
200班就是250。你唔系要动到同学另外一天啊？演手130嘅，腹肌练到83，那你手好咧？哎呦，按怪诶，记得怎么该转来跳啊？韩国答应咧，要某一天会转来啊。手讲爱动线过后，为了记得照顾家庭嘅老人家。看到亚威哦，有动到像阿公公享用嘅独居老人呢，崇拜阿公公，还老家饭包拿去本另外一家公司当采购呢。故说来抢一条证件，就是要想办法来照顾这条子女无电话卡嘅独居老人啊。也有会想你哦。唔但抢遇到诶，迄奶哦都会转来跳票。每次都做得呢。亚种事情哦，还系请唔到，安慰大嘴骨啊！抢迄来票，唔是老佮讲按到啦。韩国唔开嘴，佮一定会答应。可怜连开嘴都唔是哦，所以唔去到姜面前，佮就会讲奶愿意。好啦，我会请记啦。要拜穷人发通过后，还有差不多156000，我按算拿5万出来做金线公费。怎么解？刘老爱做你做个韩国的示范大天发嘅调啊，做唔得，我唔掉7加4000。走，走得。哥哥，一拜莫天英镇老娜娜来票，经费莫4万多。家家请到900讲，拄好老爱结结赛庙请天嘅问题，谈过赛转笨蛋嘅 V 嘅理由，结好啊。笨蛋係小失條動線，威 M 會係問題。不過一下。我家家一隻新人來，係好對付咧。奶奶有常事唔談發，點到家家好處理。唔過驚爸爸行喺位啲後背行至頭天咧。演手大擺都開協調會啊，驚爸爸唔係懂事人，總唔得恁衝啊。人家別記表態，娘子做建議就好咧。啲咧，一部嘅太陽朝工業體嘅條梯，用嘅都冇消息啦。哦，他要講有條梯做唔配合，嗰時候一下啲想辦法。我唔係講有問題，就直接請訴嘅條判人去天數橋咩？太陽要上海咩理咩嘅咧？佢應該唔敢啦。應該來好好關心佢一下咧。沙條哥，哎呦，用油汗，爺，身體好冇？行咗地，行咗地。啊，來，坐啦。按嚟流水，阿蘭記條沙器都含有水做得用，鐵我白你啦。一隻阿蘭啊，咩當好笑呢？捱老記都愛熟咧，你唔老捱講。沙條哥，捱一下就聯絡。兄弟，交代自來水公司急急處理。好。沙條哥，反正就冇問題啦。感謝什麼語言？你交代嘅事情啊，我一定會做好嘅。唔可以硬講，唔係交代，唔係交代。你一擺伴爺妹嘅出來獻禮狀就錯咧，唔做就好歇困咧。拜託委員多多謹慎啦。我做唔到，因為爺妹嘅咩愛出來獻禮狀啊。唔過我係相信啊，一擺我一定唔會插手，伴後生人自家去發揮，好冇？做得。是茶，一茶冇簡單咯。
用的啊，30万我硬用半个月，也唔本爱钱，根本唔本爱钱，哪有线啊？跳卡，无是哪只根本你拄财，该抢到机飞去拿东西。几年都安尼。嘿啊，佢几年都无事情做，也无乜解入来。奇怪，加班冇来天数啊？佢仲几年有来啊？不过咧，我去插旗，同时系等佢走去拿，唔讲天做唔得。蔡元掉，跳卡，阿松，唔限啲我转来啊。我转来拿东西，拿到嘛？拿到诶，拿乜嘅？拿支票。我拿去天数嘎嘎哦。有乜嘅事情都会见到佢啊？莫劳动拿钱本给给飞给港通，给一般般常用发通一天赚多钱啊？那应付给一天有乜嘅给包嘅 A 钱，但抢常用一百听听啊。唔相信给给条东西要30万，哎，那是太小无诶，给这么高一堆台北撞来县里总啊，给根本就冇关系过业务啊。会啦，我大白路啊骗你凶都很快嘛。你呢？阿婆，董久我来看咧，带着东西不用对呀。无你原因啊，老弟压都转来啊，夹着太油啊，都冇去转来看挨咧。挨一下就跪天记啊，得你爱转来。阿婆，美妍，那你麻烦美妍排泄啦。因委员啊，佢关心俺，调拜娘妈妈嘅事情啊，委员佢天数啊，俺无卡怎无破产？韩国那么委员出钱帮唔开细茶厂，唔爱开会起来啊。来，向下身啦。阿婆，唔是客气啦，挨像迄老五朋友演啊。烟斗动强，也下细茶厂嘅生意做得当好。阿妹想喺老记只细茶厂做敬献种铺，按茶师占多咧。唔对，啲做乜嘅啊？就算细茶厂唔开，咩爱食啊？哎呦，讲啊，该食唔食，也根本就係委員嘅點嚟啊！委員排泄哦。哎呦，怕唔怕？那么太有同缘道诶，挨可能就唔是狗咧哦。莫安尼講，莫唔啊，挨到就無翻好色咧哦。阿婆，挨先嚟咯，哈，挨好好補充哈。哎，唔是麻煩咧，唔錯唔錯啊。唔對，你所委員，嗯，順行啊。唔去事體有狀況，愛夾夾老挨講嘅，唔講挨要亂想哦。有嘛嘅事情啊，我一定會夾夾老公啊。挨個同上心唔兩啥，條擺太有唔做挨個擺手套去坐籠嘅，挨真見係咁搶。後面唔來同也攞咩隻錢，挨唔係麥開都冇講超爭嘅。現在唔做嘅波還記得嗬，也很多年嘞，挨咁有愛唔了完。真是東複雜，不過我都簡單來做。你講入去，我冇好處。我但請穿我做生理嘅前聽聽，來做同那些李總係講一件事情，唔對都還咩唔清楚啊。
俺一拿到资料啊，俺就想要本伊好款，安尼行下爽。那你不没资料？你迄唔系知道挨动法？你迄唔系知道挨动法？迄讲挨动法，总嘛该家家判嘅生态治理，挨无迄咩记。本应家破嘅阿兰，迄挨嘅金主，连两三合作动多年嘞。唔知道，其长处唔对，唔要老挨先讲。唔爱照顾娜娜，唔两三从细向下睇。其转多不下都啲讲，唔要结好，结果其人唔接细查床，爱做床铺，唔都安尼啰啰嗦嗦诶，唔啲想乜解啊？报告委员，爱弟，唔像迄较中意家家嘛，想爱留其天数。无啦，迄家家佢绝对想唔到，委员放心。出现离种嘛，唔闹到挨要笑哦。万因动线挨要摩擦，唔着爱咩清楚，留结着天结结数好来，尤其是北宫庙结的天，唔去数天，空面上本唔穿。唔去老细茶床占好来，迄讲真件寻唔到天赛庙，挨手老北宫庙赛过去，唔去老乡亲搭水鼓，像迄赛庙嘅时节，较好讲法，安尼当然嘿。挨一年，手迄爱咩好一则开发案。迄讲咩唔好，挨你为唔是做就无钱穿，无钱穿就按你还钱，挨也无算你日子，我想挨爱去嫌阿婆饭，好好人挨天数，挨唔会对唔对唔好。吊架，吊架，吊架！按太条钱，总爱由某下人做担保啊。赢老妹去董事员，这手本电台来啊，莫啥爱请阿婆。好了，你会黑给做我了？那刚做啥飞呀？我爱你吗？干嘛嘅？你也唔想想啊！伢老公都同我办钱钱，还唔做无？为了这个一生债，伢还太有价钱了，唔反对。你有哪个好言谈的嘅？那个爱嘅事情，虽然都冇该死啊！伢怎么卡？爱做主，爱讲嘅上算啊！妈，吃饭呢？恩道，恩我快陪你，为妈妈搞唔错你啦。唔怕啦，阿哥我非常会听书嘅，好，唔怕。你讲乜讲我冇人听书？我就了，还人给你气死，来咋，气咋，来咋，气咋，来咋，气咋。
他老公哥哥，你听咯，我爸朋友同人講，佢唔咯，佢先咯。思凡，目標啦，嗰個古山咧，我。目標啦。你弟做嘛？上面那個哦，行路這麼長呢？你看都有正義感呢。哪一天數？好，那叫爸講哦，圍起來。哦，叫做細胞行喺個向前哦，嗰個老眼能快條起來。來，過來。要會抽你奶。鴉片。伊一百萬長用發通一天賺到多錢，唔相信自己條東西會30萬。你做乜嘅點困難啊？我冇做用嘅風風，咁啊，咁痛到上嚟叫啊！冇啦，上下門上下大啊，俺為咗器材都安尼。嘅安尼有效？一定有啊！唔係講，其實向前做動單純，尤其係身邊嘅事情啊，就是安尼哦，保護起來。啊，爸爸同主筆講，要不嘅就會搶18公嘅想法咧。最後一次。噔噔，日日音樂殺頭，送俾你，但唱我愛聽書。唔是按客氣啦，就係就其實係切架就。呀，殺頭，小本公包唔做咯。呀，音樂殺頭，真有創意嘅，你有想得到？說唔得講出去哦。快上來談我。阿公 ，sorry，請你一拜。呀，總得本片影啲嘅，那麼冇用3年就本靠爛的咧。唔錯，做唔得講出去哦。心理開家用嘅後生人進來投票，有咩真有創意嘅？你那你知道什麼？你還想法就真有創意，成太子理音樂殺頭。之前俺同哈拉講乜嘅仲下人理論，結果也下證明
和迄杜斯人较敢尝试。没迄啦，有做总比原地踏步好啊。马给总哈人杜斯人啊，我改判沈太子里哦，没尝。没抢迄味道证明，买唔迄卤蛇啦。唔知唔迄卤蛇，有时我先行出地步，就算还冇准备好。你去迪士尼进去啊？俺没有一句，丑小鸭会变天鹅。你以为爸爸妈妈笨蛋就会天鹅啦？你那唔对。我从小做动作啊，成绩好，面试没唔好。讲人缘好啊，无看见模型啊，按无差。我人缘好，可能係你我無開，嗰時候太假，但會對。迄無開，迄善良，韓國唔先勇敢，敢去讀書做事。你讀書有乜嘅好啊？哦，太假咗，像係希望自家做的，下次有聽聽。想愛成功賺大錢，唔過埋就希望自家讀自由。咪撈到去讀書哦，做得前度比亞片行較好嘅生活品質。唔過唔掂，嘛嘅真係我想我嘅品質。要當到同事吼，但你對討厭、嘈吵都係，如果講唔係業績嘅問題。咩唔係城鄉差距嘅問題，記得哦，像係想愛前度一種本人天天嘅感覺。記得哦，無愛愛情，無愛婚姻，有嘅哦，連事業都無愛呢。記得想愛嘅哦，像一種本人天天嘅感覺。我呢只上啲嘅想哦，我對佢嘅多大係嘛？記得哦，無愛愛情，無愛婚姻，有嘅哦，連事業都無愛呢。記得想愛嘅哦，像一種本人天天嘅感覺。我呢只上啲嘅想哦，我對佢嘅多大係嘛？再來怎來哦？那一種情到一種，做得重新開始嘅機會呢。嗰時候，我好好把握在機會，我一定愛先到李總。唱王愛天數嘞。咁唱行啊，講一點。我嘅健康啊！哎，你注意你的目足。我嘅共法疗瞳孔会放大。啊？天师都让你做呀？我改判沈太子里哦，没抢迄味道證明，買唔迄卤蛇啦。不過，我相信，加油，我要讓天數。迄個二線島台北嘅咖啡店
我应该干啥？我还蛮羡慕。唔是笑啦，我要让人听书啊。放心，其他我唔敢讲，小事情我係專家嘅。叫张过来拿下，我要给。刘兩哥，你嘅片段唔好講爛嘅，劉兩哥出嚟啊！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给我怎么了？苏卡，过来了！苏卡，你呀，叫安用嚟出張嘅關機，佢都冇喺到你啊！你下吼都劉兩哥踢到嘅點啊？那都係呢，係咯，我當到人呢。啊個姚人，前兩日呢個北共咩啊？看到幾位劉兩哥呢？好啦，我啲。啊，講所樣嚟講。唉，你強樣啦，公家一搏嘅，流浪哥同胞已經踢到嘅，佢哋職業乜無限次差啦，行過排隊啦。其實一下做嘅咩無效，老期結紮過後無營養，咩強樣，咁多人殺佢咩？係爸，喺全家多一些子宮，去分條順路，看到黑怪嘅狗哦，就是帶進來啦，個聯絡愛心單位，看有人愛應用哦。大家吼咩解決嘅辦法啦？你來協進來，到時你那解決嘅食嘅問題呢，係有衛生嘅問題哦。到時啊，要冇人領用，你花不少錢呢。我一下呢，應該做啲解決一系列問題啊。錢哦，我鴉片還有一系列，我做啲先出。我贊成啊，家解建議啊，係講啊，帶進嚟踢落腳嘅啊。Anh tiêu xài như nào, cho sâu sức cả cháu à. Hàn Quốc thấy cả, vài việc錢都出嚟先，應該做得當幾日嘅。我咩贊成？我嘅條橋咁齊個。好，安尼爸爸，唔少你啲亞威聯絡愛心單位哦。係，近來同工所勞務水堂做條經費，阿水哥，唔啷個打電話請示講。好。啊，老你傾得做啊，冇啊，你俾講我啲啊。俺咁做，二哥，你用俺家張來，給。哎，小好啊，先簡單啊。俺出啲啊，前二女冇唔錯，下擺哦，你出緊入俺好叻吹咯呵。跟我做吹做哦。好啊，做得做嘅多嘅喎，俺媽雞種都半日做。來，嘎嘎姐姐，你看，唔怕，嘎嘎姐姐啊，你還給啊？看，安尼，來，你看呢？嘎嘎，我咪看啦嘛。冇愛啦，我會驚啦。你看那很怕啦，激動乖啊。沒事的啊，謝謝。請包歸台子上。謝謝。喂。2000塊，冇便宜呢。各位老人之間，就是一種磁場，因為本各位感受到善意嘅磁場，各位就會對你友善。你到底要做乜啊？做，示範本就看。嘿嘿。嘿嘿。跟人家係暗黑磁場。跟少女，我來知道懂帶你下。俺沒去到安呢。
阿 Kim 妹，阿水爷嘞，辛苦哦。辛苦了。也慢泽兰正义头会送的，早点起台车本，我记得使唔到面条，全部死呛呛，其七家煞送到满山遍野。公送，迄个奖励乡亲，早点下条女啊！你讲警察唔扣啊，还有商人啊都冇爱打送时间啊，该老人家知啊，比佢送的速度还较慢呢。姨母，要3万扣，你先拿去啦。你去该有6000吗？有啦。今个月正经动战斗，爱你家嘅梦想要很开眼的。姑嫂，你有老钱反转去了。是啊，当上帝为了你开一扇门，门却总是要反弹回来打到你。你要杀头，麦都唔会差啦。唔系年床杀嘅，姑嫂，你确定唔做得本步？什么呢？不过打电话迄人转来投票，有信心。还没嘿。来啦，恩通天宝，根本哦就冇人记得哪呀。大姐，请问係林家威冇？俺叫我看到咧。内条想去抢转来家乡，条本强家法，啊，基本老太家照顾故乡的老人家啦。劳动的西部提限哦，当真是李总点嘛？中的。本人有點特別種的投票，叫佢感通的對啊，日本動拳嘛，你朝向的點嘛，然後一堆美國種的投票咧，哎呦，迄個廿八廿尾，點特別種的投票，係講廿八哦，迄味生會多本家掉的哦。我知啦，拄好今日全部卡緊我去旅行哦，真好啊！啊？今日我拍離婚，哈？唔今日要搏拼哦！拜拜。要乖乖哦。一隻松唔估種地休息。你这片奶条按什么事啊？俺买那本起钱嘞，有人讲今日要离婚，还有人讲今日要搏拼嘞，实在还不来。哦，正能量。来，花花，爸爸妈妈接你回去喽。让你公发嘞。没啦，正能量，正能量。花花，花花来。不怕不怕。乖哦。用家法，什么？唔免强，记得冇？班长，班长来了。哥哥，唔记得佢哦，班长啊。这是你动作记。迄啲咩鬼？哦，宋家呢转来嘅，笨蛋上海看意见，家己扬州提防冲事。拄好看到亚美本曼泽兰妨碍，来手上爱请人投资啊，买曼泽兰做颜料。拄好做嚟用啲哦，文创产品嘅巴图。会打嘅，唔易唔成啊！虽然条条冇咩到安尼，但行起记得你也唔神机用嘅。唐共拄好爱县李总，那有空可以一起聊聊投资的事啊。
事情哦。我是觉得哦，地方创生应该要结合大家的力量，才能把整体的环境都变好。泰嘎每周得掺到钱，所以我打算邀请商家一起集资，把曼泽兰彩绘这项文创变做恩雅 V 嘅 T 缝 Tipset。曼泽兰彩绘，谈起来轻有创意呢。我已经跟文化局提了这个计划，申请到了一些经费，正打算要去找你爸，请他帮忙找一些有意愿的乡亲来参加我的说明会。我想到手拄动嘞。应该要有动动方甲现啦，不过钓股可能无按简单。迄讲请迄国货来卖，对大家来讲，会较单纯些。错啊，为大家拿钱出来很难哦。可以去某一尼了。我是觉得可以弄一个简单的观光工坊，集资的商家都可以创作自己的商品，直接卖给游客，这样自己的利润不是更高吗？而且观光工坊变成一个地方的特色据点，也比较有梯逢冲神的意义。我按你钓股，出无管你的门前呢。所以我才想要去找你爸。我的想法是，观光工坊将来的营运是由桥头里的办公室来管理的，这样才能永续经营，不会被个人的因素影响。你知道嘞？做的同我爸爸参详一下啦，声音无限。好好。很酷，你叫声音哎。哎呀，喊电影下面。雪梨大学人文科学硕士，客家农场专业推通。按你调查班总无嘛好啦，你又买唔好啦，哥哥之前账本骗过的，先调查一下，我又不影片嘞。当当讲嘅迄事实啦。你好吗？你老为什么？我哋唔係警察，无班总一下唔管不影做起來。你客家农场相片都冇记啊？亚洲都会人海相片，哪会有记啦？唔係，可能自家做嘅假面用嘢吧。你维基百科应该全部去改啦。真係假啊？往次我目前啊，第二篇哦，你骗唔到我啦。韓國到時談價嘅說明費啊，唔強請自家判斷，開唔到捱啦。做唔得，你知道乖乖，哥哥，我記得莫留佢背書哦。那麼，我啲，你家下會講，那麼乃為是從我真係咧。捱松。爸爸。嗰哋寫死俾家己，嗰做唔好。爸爸，看到咧哈，我會支持我。哎呀，他做的冇同意嘿。我老祖叫我哦，你愛兩啥個事情，你去家知道漢服就好了。像迄漢拜，算了，漢拜嘛該。我問你啊，兩種唔強下吃飯，肯定唔係當奇怪。
今日学的按老因爸爸，还按老行子，按到细汉也唔中意，按拄好你就中意去哦。哎，计迄唔对去甲爱按的着，懵啊死哦！算了算了，坦白的事情坦白个讲。爸身体好冇？有人讲，老爸爸哦真个动神奇的，个答应老吉人家都无事情，救老吉人家一办就搬出去。酸强泄露，磁场不对，迄倒某扛来做满尾电梯，某一起里电都无事情。第3年记得转来啊！袂啦，硬顺使带家眷转去，不过家总见面还迄个等伊下回。baby 的事情，打算怎讲？还梦想到，梦出爱骗也骗无去救。还是没人听数哦。我要报的遇到县里总的事情，老吉人家无讲法嘞。你这么该爱出来县里总啊？遇到你男朋友，加姐姐。你真经无当无对呢，从细到大手好老记着。佮应该迄台北咖啡店网摕的，无条路怎转来县里总的啦？你讲乜个？甲我讲的啊，讲家己钓旧个人，老钱拿嘞，出写少嘞，点下门口去网摕，也下家己还是用青岛钱。难怪你爱过攀乜个生态子里。唔好乜解就上到几片去好冇？安尼唔落咧，会变得老白强弱喎。要昂做哈皮给衣服好冇？各位乡亲，辛苦咧！今晡日挨老唔着，强下去捉脚诶。听起来很做的，不过我看过规则计划很用的张地哦。还有建议嘅啊，除咗鸦片哦，公所还有文创嘅做快速免费，安尼当做哋份下下个人参加。我做得老免欠天数啊，请一对乡亲来谈看看啊。乜个事情？那。乜嘢事情？乜嘢事情啊？啊！是建委流浪狗，不过个流浪狗见少了。小爸，你真的是想办法了。你爱见冇 V 狗，我做得好好讲啊。有人讲，你讲嘅把你糖油哦。苏狗我来干嘛那个苏啊？苏狗咪，你莫啲嘅片加狗送啊，老动来唔掉。汪！好了，叫佢喊救护车，叫佢打119啊！好转去啊，好转去啊！终于到医院了啊！来。奶弟，怎么该转来县里总？台北咖啡店网摕的少年钱，错冇？少年钱想要转来县里总，钱？有冇钱？讲可能冇诶，从法通判到案内要30万。30万你退现，
来将我们老事情讲出来。好啊，我用拼命向前冲，我劳动人来整理。东县高校，就想办法要不给到独居老人。来做点老人天数。呀，观众综合，就按中医，家家去才老的啊。莫讲气的啊！你讲嘅人生就很安容，爱有钱，脏很成功。你讲嘅人生，无嘛该梦想。